Just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9月4号，公元2018年10月12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祝贺诺奖得主，思政出席喜马拉雅回声第3届文学艺术节活动，思政在捷克共和国发表中共“一带一路”相关的演讲。法国国民议会重组第15届支持西藏小组。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批评中国外交政策。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进行前期会议，关注西藏问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达赖喇嘛尊者祝贺因努力终止将性暴力作为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武器而获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2位杰出人士。10月5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致函，祝贺来自伊拉克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迪亚·穆拉德女士和来自刚果的德尼·穆克维格博士。尊者在信函中表示，这个奖项表彰了你们在面对巨大逆境时所表现出的强大的勇气和决心，以帮助和支持同胞们。他们忍受着令人震惊的痛苦和创伤，你们已经把同情心付诸于行动中。尊者最后表示，期待与你们共同努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近日出席了在印度北阿凯德邦地区举办的喜马拉雅回声第3届文学艺术节活动。10月5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出席在印度北阿凯德邦库卯恩地区举办的喜马拉雅回声第3届文学艺术节活动，并在活动上与印度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先生进行了印度与西藏为主题的座谈会。司政罗萨桑格谈到，藏人行政中央把2018年定为感恩年，感谢印度为主的各国政府对藏人流亡60年里的慷慨援助。司政还表示，对西藏和西藏人民来说，没有哪个国家比印度做得更多，所以我们把今年定为感恩年，借此机会也感谢印度北阿凯德邦为流亡藏人提供各项援助。随后，司政罗萨桑格前往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芬兰3国，展开了为期12天的参访行程。10月7号，司政罗萨桑格同参加第22届论坛2000的与会各界人士展开了交谈，并讲解了中国制定的一带一路政策和中国如何在1959年占领西藏等话题。司政指出，西藏目前面临的局势也将可能发生在欧洲，因为中国制定了一条“一带一路”的政策。司政表示，支持西藏意味着支持非暴力、对话、自由、人权和民主。受暴力冲突和困扰的世界各国正在寻找可以效仿的模式，而西藏的非暴力、和平和对话是反对暴力、武装和恐怖主义的理想模式。而在10月8号，在正式受邀出席论坛2000第22届会议时，司政罗萨桑格就中国政府在国内外对信息的审查为主题发表了讲话，并敦促欧洲国家与中国政府推动互惠互利的做法。另外，法国国民议会第15届支持西藏小组于10月6号正式重组。此次共有来自不同政党的17名议员参加支持西藏小组。该支持西藏小组的主席是由法国众议院议员埃丽莎贝担任。今年1月，他曾访问过印度流亡藏人社区，并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会晤。2017年曾访问过西藏人民议会。另外，他在议会中以个人身份主持了达赖喇嘛尊者83周岁华诞庆祝活动。第15届支持西藏小组成员是由来自法国总统党8名议员，6名议员来自法国国会共和党，1名议员来自法国参议院，2名议员来自法国民主人士和独立人士联盟，
共有不同党派的17名议员组成。与此同时，上周四10月4号，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长篇演说，批评中国的外交政策。副总统麦克彭斯的讲话涉及话题广泛，包括美中贸易争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对台湾的打压，还有中共对国内民众的监控、压制和宗教迫害，以及中共在美国和海外施加恶意影响力等等。彭斯指出，美国曾希望经济自由化将使中国与我们和世界建立更大的伙伴关系。相反，中国选择了经济侵略，续而增强其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另外，与我们的希望相反，北京也没有给予自己的人民更大的自由。北京方面曾一度向更大的自由和对人权的尊重迈进了一小步，但近年来，中国在控制和压迫本国人民方面已经发生了180度的转弯。他强调，历史证明，一个压迫自己人民的国家很少会善罢甘休。北京还指在将其影响范围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正如哈德逊研究所的迈克尔·皮斯特伯里所撰写的，中国一直反对美国政府的行动和目标。实际上，中国正在与美国的盟友和敌人建立自己的关系，这与北京的任何和平或有建设性的意图相矛盾。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10月9号，德国西藏倡议组织与香港联合工会及维吾尔等团体的代表，在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之前进行了前期会议，谴责中共对人权状况的侵犯。德国西藏倡议组织代表白马卓玛在前期会议上介绍了西藏严峻的人权状况。他表示，中共对西藏加强了严格的政策，实施新的安全措施，进一步监督和控制藏人的行动。他还强调，中共对西藏的压制性政策只是注重控制和侵犯，而不是保护西藏人民的权利。在上一期的普遍定期审议中，中共接受了推动联合国人权官员和高级专员访问西藏和维吾尔地区的建议。但是中国的实施失败，因此白马卓玛敦促联合国成员国采取强硬的立场，并计划于下月初举行的第3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向中国提出具体建议，包括停止将西藏人权维护者指控为危害国家安全以及涉及国家机密等的指控，同样对他们进行的威胁、逮捕、任意拘留、强迫和酷刑等的行为，以及停止对藏人在西藏境内行动自由的限制等。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